嚟到虎門海戰博物館，呢個係歷史嘅印痕，係巨型正方體，好似外星嘅隕石撞擊大清版圖，寓意咧就係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嘅工業革命咧，強大國力，以堅船利炮為後盾，向中國傾銷鴉片，發動侵華戰爭，打碎咗清朝嘅統治者天朝上國嘅美夢。18世紀中期，英國咧為咗確立海上霸權地位，開始向東擴張，佔領更多殖民地，獲取巨額嘅財富。咁咧，佢亦都英國將中國咧設定為目標，咁咧就開始準備向東擴張。中國亦都咧加強咗軍事嘅防備，喺沿海城市設立多個炮台，同埋開始製造軍艦。咁依家見到呢啲就係軍艦裏邊嘅大炮指向大海。1841年6月，林則徐同埋炮彈專家咧就研究咗一啲4個轆嘅磨盤炮車，可以360度旋轉，同埋將個炮口較高低，咁喺打仗時間發揮到佢機動性嘅作用。清代子母鐵炮，咁用啲咁大粒嘅炮彈擺落去嗰個槍膛裏邊，再打出嚟嘅。佢個彈頭都比較粗咧，大概有3 cm。呢個係水師提督用嘅大刀同埋裝甲。鴉片戰爭期間，英軍使用嘅火炮。1839年6月3號至6月29號，林則徐咧就喺虎門就燒毀咗英美嘅鴉片，總共2376254斤。咁啊激怒咗英國，英國就開始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，就用軍艦咧喺中國嘅沿海城市係咁不斷轟炸中國城市。見到建設緊啲炮台嘅時間，要動用好多人力將啲大炮搬上山。1841年1月7號，沙角之戰，3艘英國軍艦、4艘輪船、1461個英軍攻打沙角。當時三江口咧軍民總共600餘人咧英勇反擊，但係最終都係不敵，咁就淪陷。依家見到係虎門之戰，清兵用咗1萬人，但係都唔夠英軍2000人打。咁啊輸咗之後咧，清兵咧有500人陣亡，有1300人被俘虜。1841年5月21日夜晚，清兵咧就用古老嘅火攻法咧，就與英軍激戰，但係英軍因為早有準備，所以反攻失敗。1842年3月，英軍安立號咧駛入台灣大安港附近嘅海域咧進行挑釁，當地嘅軍民咧一齊誘敵，令到英軍戰艦擱淺。虎門威遠炮台
位於珠江口東岸威遠島南山左密山腰，由26個暗炮位、3個露天位、20間清兵民房組成。啲炮係好大支嘅，對住出邊珠江口。依家出邊呢度咧係虎門大橋啊！呢度總共有26個暗炮嘅空間，好厚嘅城牆，後邊有條通道。依家從出邊珠江口嘅角度望返個炮台，威遠炮台有3個呢啲對外開放嘅炮台。依家見到呢支炮，呢個炮台咧，佢後邊啲牆邊咧有啲窿係愛嚟擠炮彈嘅。咁你睇到依家支炮彈都幾大支嘅。都有1米高啊！我穿過嚟呢邊咧，呢個位置咧有9個擠細嘅，但係細得嚟都高過膝頭哥嘅喎。